台湾食农界董事长担市长候选人身份，将总质询当作辩论，希望市长黄伟哲勇敢接受挑战。除了质疑满豆文旦有史以来到目前产销班也咧高，结果中秋前市府就发出销售一空的假消息以外，接刷的严厉对纳骨塔涉嫌收贿一案，要求讲唔对话就退选。会中提出议员甲业者的对谈录音等证据，指控黄伟哲参与2摆参宴，甚至收钱无办事。我讲的若唔对吼，我退选啦，我退出政坛啊，我退选。啊啦，你讲白贼，你有要退选？我讲啥物白贼？请你讲。讲白贼，你有要退选无啦？啊，就表示你有讲白贼，你认为万无改变。代志唔是安尼讲的哦，人民做上尾判断啦。人民做上尾的判断，你这瞒爸骗母，我甲你讲，你骗得了一时，骗不了一世。摊食饭了，一个灵骨塔，业者在场。毋是食饭了，食饭的时阵。哦，你讲食饭的时阵，所以你知影灵骨塔业者食饭就在场。哦，事后，恁讲啊，若讲迄个毋是灵骨塔业者，你甲我讲，恁咧讲白贼吼，7讲8闹开啦。足久的就走。好不好？你讲20分，我给你一摆机会哦。来，标这电话出来。市长有没有跟李瑞祥2度吃饭过？没有，都没有吃饭过。有见过面，有吃饭过，但是没有2度吃饭，但是没有2度吃饭，但是没有2度吃饭。谢议员有2个身份，第一个是监督者、质询者，我是被监督者、被质询者。另外一个身份，我们2个都是候选人。对于候选人所提到的，我们会自己判断，包括柚子的事情，包括我们所谓一些朋友，或有其他他放的录音带的事情，我觉得我们都会面对。但是他的一个做法，我想说离真相有一段距离。不过我们还是会审慎面对。议员抓到质询的机会，将黄伟哲涉嫌贪污假死死，强调后续也有相关官商勾结的证据以外，针对老人免健保费、学生营养午餐免费、市府来提供尿纸布以及生育补贴等社会福利，批评黄伟哲无能力嘛无魄力。讲互市民清楚尔，你是一个什么款的市长？第一，无能力是要紧的，无能力你若甲善用者无聊，善用者政务官。同款市定会当做甲真好啊，佮无魄力，无担当。台南市无需要这款市长诶，无出来讲嘛，咱出来辩论嘛，出来讨论看，啥物政策爱安怎走，台南市未来需要安怎。我所提出来诶，照顾老人诶政策，你甲我讲迄财政会倒到尾啊，无你甲变3000咧。老人即马知影讲我要专业补助1万。即摆你从我变3000出来，万无万少。拍3折照顾老人会使拍折咯。我所讲的老人的这个健保费补助好，咱都会纳入咱的社会福利的部分。但是你嘛花价低，你知影讲钱有限，就爱拍好好。我就是甲你共款啊。所以你要甲我共款，你就听我的，就互我做就好啊。你他妈要和我共款？甲你共款是讲爱量入为出啊。咱台南市啦吼，袂使后壁开钱啦。因好人救，恁这歹人就唱秋啊。因为要做代志的人救起来，唔做代志的遐官商勾结就唱秋啦。你听有无？你爱有魄力，你若无魄力处理这，你干那身躯边迄加迄3个咧做市长，我甲你讲，你是摸咧烧啦，我无骗你啦。议员将总质询当作选举的战场，除了提高部分交由司法侦办，相信人民卖家己判断。台南新闻，军事林根采访报道。